2026年的盛夏，內娛的平靜被一個名字徹底打破。不是因為他官宣了怎麼驚天巨製，也不是因為他又拿下了怎麼頂車代言，而是因為一部尚未開機，甚至連正式海報都傳沒發布的電視劇《松江號》。圍繞這部由正午陽光出品、孔生執導的獻禮大劇，一場磨聲的戰爭已經在業內悄然打響，而風暴的中心正是那個磨輪走到哪裡都自帶聚光燈效應的名字——肖戰。有媒體人揮言，如今的影視圈能讓那些浸淫行業數十載、早已波瀾不驚的老揮骨們私下裡議論紛紛，甚至暗暗較勁的，恐怕也唯有肖戰效應了。這並非是對他流量數字的簡單概括，而是一種足以撼動整個項目選角邏輯，甚至讓同業者心生畏懼的市場威懾力。一部劇船未開拍，便已有了橫掃千軍的氣勢，這在內娛史上實屬罕見。事情的起因，船得從今年白玉蘭獎的那個夜晚說起。那晚的頒獎典禮上，有一個畫面被無數鏡頭捕捉，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長時間的討論。肖戰在台下整整坐了5個小時，他身穿不挺的禮服，腰背挺直，無論鏡頭何時掃過，他都保持着得體的微笑，耐心地為每一位上台領獎的同行鼓掌。當最佳男主角的獎項揭曉，花落別家時，許多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看這位頂級流量的反應。畢竟，在流量為王、番位至上的時代，被冷落的頂流往往蓋以缺席姜公宴，提前離場來表達無聲的抗議。然而，肖戰卻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頒獎禮一結束，他不僅未有流露出絲毫失落，反而特意走到最佳女主角楊紫面前，笑容真誠地擊掌道賀，眼神裡滿是替朋友開心的純粹。隨後，他沒有去任何慶功派對，而是趁着夜色直奔機場，飛回《10日忠言》的劇組。落地青島時已是深夜10點半，他連就轉地換上徽服，繼續拍攝大夜輝。據劇組工作人員私下透露，那段時間肖戰的工作強度近乎極限，為了趕進度，他曾連續2天只睡了2個半小時。這種近乎自虐般的敬業，讓肖戰效應這4個字在業內有了新的注解。它不僅意味着驚人的商業轉化率和粉絲號召力，更意味着一種足以讓所有合作者都為之側目的職業態度。當同行們船在享受着流量帶來的功利與安逸時，肖戰已經把自己活成了一部高速運轉、不知疲倦的精密儀器。而真正讓肖戰效應從一種現象升級為一種恐慌的，正是松江號項目的浮出水面。這部由正午陽光出品、孔生執導、侯洪亮擔任製片人的劇集，從立項之初就被打上了王炸的標籤。作為2027年建軍100年的獻禮巨製，它改編自1949年松江號巡洋艦起義的真實歷史事件，是一部40集體量的宏大敘事。在國產劇領域，孔生加侯洪亮的組合幾乎等同於品質的免死金牌。從《琅琊榜》到《大江大河》，他們出品的劇集不僅是收視率的保證，更是各大獎項的常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松江號就是一塊鑲了金邊的頂級餅。別說年輕演運，即便是那些早已封神的影帝視帝，也願意為了這樣一個角色擠破頭顱。劇組最初的野心極大，他們的首選陣容是胡歌與肖戰的雙男主配置，一個是國民度與演技口碑兼具的中生代崗頂之人，一個是商業界直如流量熱度無人能及的新生代翹楚。若此陣容能成，幾乎可以直接預定年度劇王。消息一經洩露，粉絲們激動地連概念海報都 P 了出來，業內也紛紛預測這將是一次教科書級別的資源整合。然而，現實卻給了資本一記響亮的耳光。胡歌那邊因為話劇巡演和電影拍攝的檔期早已排至年尾，只能禮貌而遺憾地推掉了這塊頂級大餅。這一變故讓松江號的選角天平瞬間失衡，也讓肖戰效應的威力開始真正顯現。劇組很快將中年男主的橄欖枝帶給了羅晉，這位與正午陽光合作過、安家、學麗華庭的實力派演運，揮露穩重，
自帶一股剛毅的軍人風骨，且檔期恰好合的，男一位子帥順利落定。但真正的博弈集中在青年男主的貴竹上。肖戰是正午陽光死合的對象，也是令整個行業屏息凝神的變數。為什麼是肖戰？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在如今的影視寒冬裡，他幾乎是唯一一個能憑借名字讓平台直接預購，讓廣告商排序送錢的演運。他上一部與正午陽光合作的電影《得奸緊製》後上線大屏版更名為《莫得奸》，即便不走傳統院線，更在大屏專歐播出，依然引發了現象級的觀看熱潮。導演剪輯版3集160分鐘的內容，讓無數觀眾守候在電視前，這足以證明其恐怖的滲透力。正午陽光太需要肖戰了，不僅是需要他的演技，在夢中的那片海、驕陽伴我中，他已證明了駕馭正劇的能力，更需要他那股能穿透圈層，讓主旋律作品觸及年輕受眾的破圈力。在這個流量碎片化的時代，能把幾代人同時拉回電視機前的演運，擺着手指頭也數得過來。但恰恰是這種非他不可的緊迫感，讓松江號的劇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慮。因為肖戰的檔期已經不是用悶可以形容的了，而是直接日出。彼時他正在青島拍攝由知名網民改編的超級 IP《十日忠言》，這部被形容為無限流懸疑巨製的劇集投資驚人，安保嚴密。他在其中飾演高智商欺詐師齊夏，戲份極重，分3季連拍，殺青時間連導演都無法給出精確答案。更令人咋舌的是，除了這部戲，他手中旋壓着諜報上不封頂和小城良方2部存貨，且都是外界虎視眈眈的優質項目。電影邀約、高些代言更是如同雪花般飛來，甚至連他無意間帶火一個上海滿豬蹄老字號的日常行為，都成了行業裡津津樂道的點石成金案例。這樣的肖戰，讓孔生也犯了難。大道也有大道的無奈，面對一個連睡覺時間都要按分鐘計算的頂流，如何能要求他擠出幾個月完整的時間駐紮在松江號劇組進行深度創作？松江號頭頂着建軍100年的政治任務，有着鐵一般的時間節點，最晚10月必須開機，否則趕不上明年的排播窗口。劇組幾百號人，每一天的研製都是真金白銀的燃燒，哪怕是孔生，也不敢拿國家任務去豪賭一個演運尚未確定的檔期。至此，肖戰效應展現出了他殘酷的另一面，頂級資源因為一個演運的缺席而搖搖欲墜，這反而嚇壞了那些處於同賽道的競爭者。資本不等人，既然正宮娘娘給不出准信，劇組只能悄悄尋找替代方案。很快，一份替補名單在圈內流傳開嚟，引發了激烈的震盪。張新成、黃安宇、張凌克3個95後的熟面孔被推到了台前。張新成被圈內人認為長了一丈體制內的臉，演正劇如同回老家般順流，是接盤呼聲最高的人選。黃安宇則憑借在年代戲中的硬漢表現，證明了自己駕馭厚重題材的能力。張凌克近期憑借《櫻桃琥珀》與正午搭上線，且招商能力不俗，也是資本眼中的潛力股。這一手備胎寄娃，讓圈內人倒吸一口涼氣。原來在頂級博弈中，所謂的肖戰效應也可能成為雙刃劍。當你的光芒過於耀眼，以至於時間表無法為任何項目停留時，再大的餅也可能潰從嘴邊滑落。有知情人士爆料，其實所謂的肖戰被張新成檢漏，不過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因為從頭到尾雙方都沒有官宣過任何確切合作。甚至粉絲群體中也始終保持着非官宣不約的高度理智，但這種傳聞甚囂塵上的背後，折射出的卻是行業對肖戰檔期這一變量的高度敏感和深度焦慮。人們恐慌的不是肖戰未接到戲，而是如果連松江號這樣的頂級項目都無法鎖定他，那麼他究竟在別怎麼大招？而被他剩下的資源，又足以餵飽多少等待上位的後來者？白玉蘭那夜的5個小時靜坐，或苦早已預言了今天的局面。肖戰在台下為所有人鼓掌，
可他的事業節奏卻快得讓同行連他的背影都難以捕捉。在這個流量更迭如潮水的時代，他憑借極致的自律和清醒的頭腦，硬生生將自己從一個靠粉絲打頭的偶像，變成了讓孔生等大道甘願等待，讓正午陽光這樣的頂級製作公司為他調整選角策略，讓所有同業者都如臨大敵的行業公敵。這種公敵並非貶義，而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碾壓式存在。當別的演員還在為了一個 S 級項目的男二男三獅得頭破血流時，肖戰面臨的抉擇卻是如何在頂級項目與更頂級項目之間做時間管理。有報道稱，他甚至因為檔期日出，被傳要開啟全國巡演，連黃牛票都開始預售。儘管這聽起來更像荒誕的謠傳，卻恰恰說明了市場對他流動性的飢渴。如今進入8月10日中研的拍攝終於接近尾聲，而松江號的開機倒計時也滴答作響，是肖戰在最後關頭奇蹟般地擠出檔期空降劇組，完成與正午陽光的鐵三角二搭，續寫得間緊製的輝煌。船是劇組最終磨內換章，讓將新城或黃安宇檢過天大的漏，從而捧出新的上位者。這一切依然懸而未決，但無論結果如何，這場圍繞松江號的肖戰效應風波已經足以載入納入選角史冊。他向所有人展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這個名利場最頂級的競爭，往往不是你死我活的私翻，而是剛好有空的緣分。胡歌的退出是因為未空，肖戰的質疑也是因為未空，最後贏家羅晉升在有空，而虎視眈眈的95後門也在賭肖戰未空。資本如同一台冰冷的巨大齒輪，它需要每一個零件嚴絲合縫，哪怕你是鑲鑽的螺絲釘，卡不進粒槽，它也會毫不猶豫地換上鐵的繼續運轉。肖戰的團隊此刻想必也異常煎熬。推掉松江號，心痛；接下松江號，要命。畢竟其他合約的違約金同樣是天文數字。但或苦，這並不全然是配事。肖戰在台下為同行鼓掌的修養，在劇組拼盡全力的口碑，在公益路上默默耕耘的善意，都在為他積攢一種超越流量的底氣。他缺的從來不是曝光，而是一部能讓他的演技真正落地生根，拿到硬核大獎的傳世之作。松江號確實是個跳板，但機佢最不講道理。對於孔生而言，他鏡頭下的主角換誰演或苦都能出彩，但對於肖戰而言，錯過這樣一個與頂級團隊深度碰撞的機會，未免令人惋惜。但這也正是演藝圈最迷人的地方，不到最後一刻，你永遠猜不到大幕拉開時站在燈光下的是誰。而那個讓老揮骨都緊張，讓同業者都下呸的肖戰效應，此刻正像一把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松江號的上空。他要麼落下，成就一段佳話，要麼懸着，成為一段傳說。而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無論肖戰最終去往何方，他所到之處必是風雲雷動。這就是肖戰效應，一個讓整個納娛都不敢輕易眨眼的風暴之眼。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裏，我們下期再見。別忘了，夜深了，瓜雖甜，可不要貪杯我。晚安，各位。